有冇諗過食包都可以揾到癌細胞呢？日本人咧就對於呢個麵包嘅新鮮度咧非常注重啦，亦都係外觀上咧特別考究啊。所以咧，多數我哋整完啲麵包之後，其實就唔會主張咧擺落一個膠袋裏面嘅。嗱，但係個問題就嚟啦，如果你唔擺個膠袋，咁啊即係冇得黐 label，冇得辨認啦。咁啊搞到埋單嘅時候咧，個店務員搞起上嚟咧就可能比較麻煩啦，手續比較多啦，同埋有啲混亂嘅情況啦。嗱，為咗解決呢件事情咧，咁啊有個日本嘅呢個麵包公司咧，就聯同一間科技公司咧，就想研發一個叫做 AI 嘅系統啦，用 AI 咧嚟去辨別呢啲嘅麵包啦嚇，咁啊從此去解決呢個問題啦。咁有一日咧，有個醫生行過咗，咁啊去到呢啲咧，即係有呢個 AI 系統嘅麵包公司嗰度，跟住忽發奇想就覺得，喂，其實麵包啊，睇一睇嗰啲橫切面同癌細胞即係 cancer cell 都係差唔多嘅啫。既然呢個 AI 系統能夠辨認到麵包嘅種類，會唔會都辨認到癌細胞咧？於是咧，佢咧就去信啦呢一間 AI 公司咧，就同佢洽商啊睇一睇啦，又俾佢發現咧，原來真係有咁嘅可能性喎。咁於是咧就研發落去啦，最後咧呢一個 AI 系統啊改良晒之後咧，竟然咧個準程度高達99%，可以幫我哋人類咧提早辨認到一啲咧早期嘅 cancer 啦，咁亦都可以幫助病人咧及早醫治。嗱，你話屈機唔屈機係咪先？嗱 AI 咧就越嚟越成熟啦，可以做嘅嘢都越嚟越多。其實講到尾一句説話，都係睇下大家點樣發揮我哋嘅想像力，將 AI 呢樣嘢去廣泛用喺唔同嘅範疇上面。嗱，除咗喺我哋嘅教育同埋醫療上，會唔會喺將來嘅工業上都會有迎來大革新呢？